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再接近顾西城了吗？谢谢你啊，小薇。跟我客气啥呀？加上我这些护理费够不够？还差1部分。我想了半天，我实在憋不住了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去找贺锦熙呀？怎么说你们也是同一个妈生的，于情于理也不能让你一个人承担呀。我不想跟他开口。有什么不能开口的？你现在不是手头紧啊，找他借钱又不是其他事情，是为了你妈。你听我的，你必须得找他，你知道吗？军哥，我都喜欢。哎，喜欢就买，喜欢就买，适合你。服务员，除了这个小的不要，那个小的不要，其他的啊，其他的都给我包起来。军哥啊，你对人家真好。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我们见个面吧，我有点事情要找你。约我见面？我哪有空跟你见面？挂。谁来电话？我们家一个亲戚问我借钱，特别烦。哦，是这样。但愿贺子熙能帮忙吧。下一个部门，顾总，上个月咱们总的来说还是盈利的，不过什么？不过相对的开支咱们大了些。哪方面？主要是采购方面。常副总，希望你引起重视。散会。叫我来干嘛？说吧。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借钱？